全香港最凍嘅風唔係喺大帽山，而係喺你 office 嘅冷氣風口啊！佢每日喺16度嘅北極工作站搏實10幾個鐘，對住個 mon，條頸同膊頭早已經唔係肌肉，而係兩嚿雪冰咗嘅墨魚丸，又硬又實，揸落去仲有啲凍手添啊！收工嗰時，佢成個人好似俾人點咗穴咁，轉一轉頭都咔咔聲，痛到飆晒眼淚水。佢試過鐵膠布，但只係會將表面嘅皮肉勒到又紅又熱，入邊嘅風寒濕痹依然穩如泰山，仲衰過同冷氣鬥長命啊！直到佢將一部紅光利尿機照住膊頭，第一下感覺唔係辣，而係一種好似浸溫泉咁，由入邊滲出嚟嘅鬆弛感。嗰陣亂流好似有導航咁，穿越肌肉直達寒氣個大本營，將啲冰封嘅墨魚丸慢慢融化，變翻鬆軟嘅肌肉。呢個就係近紅外光深層醫療嘅威力啦。佢嘅波長同人體細胞好夾㗎，可以產生共振，令細胞自己由內至外咁樣生熱，逼走啲寒氣，加速血液循環，將新鮮養分送入去，將酸痛廢物帶走。照咗幾日，佢終於覺得個膊頭翻嚟啦，轉頭睇巴士都唔使成個人轉過去啦。所以話對抗辦公室寒邪，唔係同個冷氣鬥大力，而係要有一道可以打入肌肉深層嘅陽光啊！